讲到立法院内面是立瀑布，伫咧外口也真侪关心的民众。伫咧立法院附近呢，要求撤回国会改革相关法案，要求爱重新审理的民众是愈来愈多，真侪人是下班下课赶紧赶来到现场，而且是愈暗人愈多。另外，伫咧青岛东路迄头也有支持修法的民众，因西舞台车伫遐化休，佮播送支持修法的影片。咱也赶紧连续互人伫咧立法院的台记者郭碧君、林玉凯，甲咱讲上最新的情形。是继续带观众朋友暗时来关心立法院4号为民众要求撤回法案重新审理的这个公民行动。即摆会使看到现场人是叉。根据主办单位的统计，伫咧下晡4点以后，这个人数是已经超过3万人，而且一直咧增加当中。伫咧会议继续进行当中，外口的民众也搁一摆发出因的诉求，咱来看早前的画面。我们要求正当行政程序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点。我们要求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，好不好？好。第3点，我们要求退回委员会，重新再讨论，好不好？好。因若根据记者观察，4点5点开始就有下课的学生、下班的民众赶到现场。虽然主办单位也无公布新的人数数据，不过相信人是搁在增加的。因若头拄仔记者嘛访问到拄下班就赶来现场的下班民众，咱来看伊是安怎讲的。我是一下班就来啊，因为我是感觉讲，这个咱台湾的民主发展走到现在，竟然没想到说公民党跟民众党。用这种的方式扩权，就是违法那个台湾的这个五权分立的这个部分。因若带观众朋友来看青岛东路的另外一边，也有支持修法的一群人，用这个舞台车输人唔输阵哦，也是派出舞台车放上国民党立委支持修法的影片，要甲要求撤回法案的民众、公民团体来请拼。不过目前看起来人数是也无济。以上是公视台记者来自立法院的连线报道，甲画面交登去互叶影平。